我哋講完咗天上嘅敬拜，咁我哋記得其實個主要嘅目的就要提醒當時嘅讀者們，佢哋雖然面對君王嘅逼迫，但係絕對唔可以向君王嚟到敬拜，因為只有一位神，天上面嘅神同埋被殺嘅羔羊，先至配得教會嘅敬拜。完咗呢度之後，約翰就開始提及到將會臨到末世嘅、臨到羅馬帝國嘅一啲嘅從神而嚟嘅刑罰，就係有3組嘅災。咁呢個亦都係喺第二個異象裏邊嘅。首先就係7印嘅災，7印嘅災係由6章1節至到8章1節嘅。咁呢7個印嘅災咧，基本上咧頭嗰4個印係自成一組嘅，所以我哋睇一睇頭嗰4個印嘅內容係點樣，係由6章1節至到第8節。我哋一齊去睇呢一段嘅經文。我看見羔羊揭開7印中的第1印的時候，就聽見4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咁呢一度開始咗7印嘅第一個印。咁係由4活物，我哋提及過4活物其實就係天使嚟嘅。咁由天使將信息嚟到傳達俾約翰，呢個都係啟示性文體即係一貫嘅特色。天使係有份參與呢個嘅啟示嘅傳播嘅。咁於是出嚟嘅咧，佢話你來出嚟嘅咧，第2節話我就看見有一匹白馬。咁我哋知道白色，我提及過響啟示性文體裏邊咧，係象徵得勝、勝利。咁係一匹得勝嘅馬。咁佢話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弓箭咧係當時羅馬帝國嚟講咧最優越嘅武器，最優越、最犀利殺傷力最勁嘅武器並有冠冕賜給他。冠冕響原文咧係呢一個 Stephanos， 意思即是得勝嘅花冠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喺呢度我哋睇到好強調勝利呢一個嘅主題。首先白色嘅馬，勝利嘅馬，跟住騎在馬上的拿着弓，得勝嘅武器，然後冠冕又係得勝嘅冠冕，然後勝了又要勝。所以第一個異象呢個嘅印嘅異象咧，我哋好清楚知道咧，其實係講勝利。我相信大概意思就係知道咧，羅馬帝國針對當時羅馬帝國嘅情況。羅馬帝國係一個非常之軍事能力好強大嘅國家，在教會嚟講，佢哋面對呢個咁強大國家嘅逼迫，似乎係完全係冇法子去對抗嘅。但係咧喺呢個印嘅災裏邊預言咧，有一日將會有更優越嘅武器出現，更優越嘅軍事力量嚟到打敗呢個羅馬帝國。咁我哋咁樣解法係因為我曾經提及過先知約翰佢關注當時嘅事件，就係羅馬帝國嘅迫害。咁亦都藉住呢件事係一個象徵，係一個代模，指向末世敵基督嘅帝國點樣面對同樣嘅從神而嚟嘅審判。所以我哋話雙重焦點兩個焦點，歷史同埋末世。所以既然呢一度係講到未來發生嘅事情，所以一方面係針對當時羅馬帝國嗰種敵擋神逼迫教會嘅暴行，而呢一個災係指住佢哋嚟講，但同樣亦都係指住末世嗰個敵基督嘅帝國敵擋神嘅邪惡嘅力量，佢將會面對神而嚟嘅審判。我哋跟住睇第2印嘅災。佢話揭開第2印嘅時候咧，就聽見第2個活物啦，就引出呢一個嘅異象。佢話你來出嚟嘅咧，第4節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咁我講過啦，紅色響啟示性文體裏邊咧係象徵邪惡邪惡。有權柄給了那匹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邪惡嘅力量令到當時羅馬帝國睇嚟呢個國泰民安安享太平、太平盛世呢個咁嘅局面咧，將會係被扭轉嘅使人彼此相殺，再唔會有和平啦。邪惡力量令到人咧整個羅馬帝國都會有內亂或者係有革命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咁呢度好明顯，大刀係一種象徵戰爭呢個嘅仇殺嘅一個嘅象徵。
所以第二個印係針對當時羅馬帝國，睇嚟好似天下太平，但係呢個係一種假象嚟，係好短暫。有一日羅馬帝國將會分崩離析，點解啊？因為佢會有內部嘅不和。末世敵基督嘅帝國都係咁樣。將來喺末世嘅時候，有一位霸主出現，會一統天下，成為咧全世界嘅盟主好似引嚟咧世界大統一一樣。但其實呢個係假象。有一日呢種嘅表面嘅統一將會嚟到有分裂，係因為將會有內部嘅不穩啊。呢個就係第二個印嘅意思啦。跟住第三個印，佢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到一匹黑色嘅馬，黑馬。黑馬咧就唔係代表咧冷門咁解話。好多時候現代人咧話：哎呀打波乜嘢運動呢個係一匹黑馬嚟嘅咁啊，即係好似話係一個嘅冷門。但係喺啟示性文體裏邊咧，黑馬黑色係象徵罕有鮮有罕有好稀少嘅意思。佢話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天平象徵乜嘢咧？基本上有兩種可能嘅象徵。第一個象徵係象徵咧公義公義。所以有時你見嗰啲法庭嗰啲裁決咧個象徵咧法律嘅象徵係一個天平。第二個咧係表示咧即係一種嘅量度量度之下咧顯出嗰樣嘢本身嘅價值。咁呢度係指到量度啦天平攞嚟量度事物。佢話我聽見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咁呢個四活物即係天使啦，喺呢度咧解釋呢一個異象咩意思啦？佢話呢個異象就係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係當時人嘅每一日嘅工作嘅價錢嚟嘅。每一日賺幾多錢咧？一般嘅普羅大眾嚟講咧，就係賺一錢嘅銀子。買一升嘅麥子，一升嘅麥子亦都足夠一個人嘅每一日嘅食糧所以每一日嘅工資足夠，只係啱啱足夠咧買一日嘅食糧。一錢銀子買3升大麥，大麥咧係一啲窮苦人家先至食嘅，因為佢比較粗糙啲啦，比較難入口咁呢度亦都提及到咧一個人嘅每日嘅工資只係足夠買3升嘅一啲嘅即係粗劣嘅口糧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同酒咧係當時嘅基本嘅每日嘅用品嚟嘅。油當然係有好多嘅作用啦，有醫治嘅作用。我相信大家記得耶穌曾經講過一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係嘛？佢點樣去幫嗰個被打嘅猶太人咁用油幫佢抹身所以油咧有醫病嘅作用嘅。酒亦都係當時嘅一啲嘅即係喜慶日常用嘅一啲嘅用品嚟嘅。咁佢話不可糟蹋，即係呢啲日用品咧好罕有唔好咧隨便嘅浪費。所以第三個印係強調咧當時羅馬帝國睇起上嚟好似非常之物質好豐富當時羅馬帝國係特別係以埃及成為佢哋嘅糧倉，因為大家知道埃及咧嗰條尼羅河咧周圍嘅土壤咧係好肥沃所以每年生產好多嘅稻米麥等等所以在當時嚟講咧，羅馬帝國不愁食糧。但係呢個預言係講到有一日羅馬帝國將會係物質短缺將會咧糧食會有恐慌每一個人咧每日只係朝不保夕嘅生活僅僅得以糊口樣嘢咧都係非常之嘅罕有。咁呢個亦都係預言到咧末世嘅敵基督嘅情況都係咁樣睇嚟咧好似物質好豐富一切咧都係非常之嘅富裕。但係有一日物質將會越嚟越短缺整個世界將會咧係越嚟越物價膨脹物資短缺以至到咧人咧基本上生活係越嚟越艱難。其實我哋睇呢個世界嘅情況都係咁樣我哋發覺到咧沙漠越嚟越擴張，可耕之地係越嚟越少，氣候亦都有好大嘅改變影響到咧個物質係好短缺，加上人口越嚟越膨脹，所以呢個物質嘅缺乏嘅情況咧似乎係每況愈下嘅。咁呢個亦都係第三個印嘅預言所講嘅嘢。然後頭嗰4個印嘅最後一個啦，第4個印，佢話第7節嗰度，佢話揭開第4印的時候，我聽見第4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灰色馬。灰色馬原來喺原文咧係綠色咁解 ，chloral 嗰個字啊。我相信如果大家稍為識英文嘅話咧，你知道chlorophyll 葉綠素就係 chloral 呢個字啊嚇。氯氣chlorine 就係呢個字 chloral 啊。呢個字就係表示一種嘅死亡嘅顏色，好似一個死人嘅時候咧，一個人死咗之後咧，佢嘅面咧呈現呢個灰綠色、綠色啊。所以呢個係一個象徵死亡嘅顏色嚟㗎嚇。騎在馬上的名叫作死死呢個字其實喺第一章尾嗰度咧，主耶穌拿着死亡陰間啲鑰匙已經出現咗㗎啦嚇。陰府其實原文就係陰間，死亡同陰間喺呢度咧，呢一 pair 呢一對嘅奪取人生命嘅嘅名字咧，又再一次出現啦嚇。也隨着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即係表示呢一個嘅或者係戰爭啊，或者係兇殺啊等等啊。饑荒啊，因為物質係呢一個嘅短缺啊，瘟疫咁強調一個嘅即係嚴重嘅疾病啊，野獸在當時嚟講，當然即係如果係控制唔到嘅話咧，野獸就會橫行，殺害地上1/4的人。咁第四個印主要係針對即係人嘅死亡啊，將會係越嚟越厲害啊！人嘅死亡咧將會係越嚟越普遍。點解咧？因為咧有刀劍有呢一個嘅饑荒，有一啲奇難雜症瘟疫有野獸以致殺害地上咧有1/4人咁我哋睇到即係第四個印，特別係呢個數字咧係非常之關鍵性嘅。1/4即係表示咧呢個災係開始嘅啫，即係唔係全面性嘅大災難。所以我哋話頭嗰7個印其實唔係大災難嘅本身，係災難嘅開始嘅部分，或者我哋可以講咧係災難嘅序幕啊！序幕點解咧？因為只係殺害地上1/4人。遲啲我哋睇第二組嘅災呢一個嘅7號嘅災咧，你就會睇到個數字咧係攀升變成1/3，然後去到7會嘅災咧就係全面性嘅災。全面打擊地球所以我哋睇到咧個災係一路嘅嚴重以至到咧我哋話咧全面性嘅災就係7會嘅災，所以不少人咧認為咧7會嘅災就係大災難本身而呢個7印嘅災咧係災難嘅大災難嘅序幕，跟住咧7號嘅災咧就係大災難嘅呢一個嘅開場白然後咧7會嘅災咧就係真係大災難嘅本身啦咁我哋講完頭嗰4個印之後咧第5個印就係由第9節至到第11節。佢話揭開第5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咁呢度係講緊咧殉道者呢班殉道者為作見證為神嘅道而殉道嘅靈魂佢哋喺祭壇底下咩意思咧？點解講到佢哋喺祭壇底下呢？因為就當時猶太人當佢哋獻祭俾神，獻燔祭贖罪祭俾神嘅時候咧，佢哋將隻牲畜殺咗之後，嗰啲血咧係繞墊在祭壇底下嘅。咁所以呢度其實作者想帶出被殺者嘅佢哋嘅血咧，其實唔係白流嘅，唔係無啦啦嘅，唔係徒然嘅，嗱係一個祭，係一個即係美好嘅祭嚟到獻過俾神咁嘅意思咁呢度佢哋嘅靈魂就大聲喊着說啦：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咁呢班嘅殉道者，佢哋嚟到向神有一個嘅呼求：神你幾時為我哋伸冤？其實呢一個嘅追問咧，亦都係當時教會弟兄姊妹嘅疑問。可能當時嘅讀者們咧，已經有不少嘅信徒佢哋所熟悉嘅親戚朋友咧，已經殉道，或者佢哋會諗：哎呀，神你幾時為呢一班殉道者伸冤呢？你幾時為佢哋平反呢？等佢哋咧可以抬起頭嚟呢？你嘅公義、你嘅聖潔、你嘅真實，幾時會嚟到發出嚟呢？咁樣
所以其實第五